讲你听啦，我困这边啦。啊，暗会啥会暗啊？哈，你困伫倒路？那迄个房间烹茶的房间，烹茶房间是好大的，人就去起一个房间用烹茶做的。啊，你困伫房间啊？人有会相信，较济无相信，是囡仔是啥讲话，好清气的人，有一有的人讲，佛嘛是人。无食少有影，无会嘛来出分，佮读个死花，读个死等等来。And then， 隔几日，人抬只查某死，点到咧暗暝暝，咧狗仔坑落去，了去投互王者，王一个孙大弟无志去了，王讲去找。了伊人家己做，伊人知，王啊吹着了啊，只暗暝门口位啊，迄狗仔坑落去啊，迄狗仔。讲你看啦，这个查某女人会记无？达咧下晡入来讲，伊困伫这暗摊来人抬死啊！因为腹肚有过了，伊人抬死，惊出破事了。And then， 直到天公无大人，早天公有大人，直到天公无大人。了去报王，难得讲哦，开个福间啊，有诶讲超佛啦，要安怎做难得讲啊，佛世尊啊，卖大这边福间，咱来去别位。讲难得咱去别位了，个别人个讲呢，你讲咱个去别位，去到一个位无人讲呢，要佛讲安尼，难得，你要，人讲你要搬厝，人讲你要搬厝。你若是未吞论啊，你说到规世界，无一个人讲无讲话，所以你人爱明白，一个佛的话是讲咩？去倒路有当时人学路路，有当时人迷路，这是平常的，人迷路的时，你唔通起哄。你若是较搞，大点，伊迷路的时你笑笑。你人囡仔若是阿嬷迷路的时，笑阿嬷。阿嬷，你真正水，但是你起哄的时，你面无水。你来做安尼啊？阿嬷死鬼啊！快！你再起哄了。是你买，阿嬷喂，我做唔对了，你渐渐骂我，你渐渐激气了，你心态定个正，睇你会感过去。我唔对，笑我无做，我规律好无阿嬷。你来敢做安尼啊？阿嬷随是读，你再看，我无骗话。这个阿嬷那是骂你的是你跪了阿嬷 ，sorry 啊，我后生做事较唔对，了看下你唔通起哄，我跪你后悔无做。你来敢做安尼啊？你就是假死咧嘛，安怎改性地？了你家己或者是天顶的人，因为你是吞论的人。要论那是讲阿嬷骂你淡薄是啊，自己讲唔正就骂我一人啊，错死哦！要国安要见有灵呀，反正就是要目睭拍照目睭。要你该讲话，伊看你这样咧，你是看我讲话无？是虾米啊？但嘛我讲的，唔过来，这有的查某就是水，国爱，虾米是国爱？唔是我可以啊，伊家己做来。你看，咁样是原因结果，啊，到这边你看，大量真正好啊，特别大量，你唔通爱保持就爱有阿解啊，因为虾米事啊？假假我是大分仙啊，什么？我3日无通食啊，什么吃淡薄钱来啊，我去食淡薄糜啊。了你看着我，你几钱啊？吃10块去啦！我赚着你10块，我去买件6角。我日食1角，今朝我食3角。我食白粉较加是你害我。所以你看我真凄惨啊！保持阵就爱有阿解，所以不大讲爱用 wisdom factor。在这边呢，不管是安怎样个，故事无叫的时，我逐个爱转来古林。
了逐个大啲车排队，有个人来，头家啊，我把你啲老公出来啊，了夹一张单互你看，你单伊毋知安怎去搭你摕来啊，我把你老公出来啊，我大啲医保啊，了趁下我要转去医保无钱啊，你会互我6块银未？趁下去食也无，甲你讨100-200了，3块啊。你会互我6块银做收费，转去我医保看我某囝，然后佢听咯，有时过12月尾啊，个新正爱到了，我都无钱通转去看我某囝，你听了目睭要流啊，6块银70块啊，6块只吉啊，咧4块银个啦，去在乎还是流啊，了你按照在流无流，我教你人会咯，未来我做安尼，安怎做？你按转医保啊？真惨啊！真正个计死日我无通转，伊看你哇，你感动着我心咯，吼！啊，你骑着我车，我通下要载你去马港，我车你爱讲你巴手路，爱讲你巴较贵。啊，我袂你嘛，你袂你，我开门啦，你出去啦。迄个是老了。你知，伊爱 money is not practical， 就知了。所以爱有智慧，爱问咩解做你问，书本A， 你要讲啊无84安怎样本 A， 还是你要讲啥地嘅200几地我地200几地出材路人顶，你甲了这你会使来照，甲了白话上，你铁头照来。来啊！该人照了，你听。我嘛无读册，我时时甲拢我无读唐人册，我唐人字6个字呢。苦应金，无咯，我无变教，我是打诚心呀，是我是诚心呀，教是无变教。阿心，我给你一个机会，你想爱听咩解，让我听。那是爱死的是按照你做，按怎做，爱把自己出事好的所在啊！我会使讲，伊人是非常讲的无。我会经甲了，你要叫我讲巴黎话，我便会讲大啲巴黎经摕出来，无教安尼啊，有教爱离开世间的情点，伊伫穿了，你毋通靠，你毋通做伊激心，了你叫伊想好好的物件，了有时有人叫会上来念经，伊听经，听人。死了，伊好了，莫哭。伊无讲死了唔好哭，死了你爱哭就你哭，你爱哭哭就你哭哭，你爱跳楼唔跳楼，无要紧诶。真个做人啊，死了才好，你人生来带我哭啦，我带起来有人走无啊。真个惨啊！这无实在你讲，你怎么讲来了？你若就人生来带我去啦，直到真正歹命无通叫人啊！哎呦，歹命死哦！按照你关心放下我一人尔，你若是有人生嘛来带我去啊！哎呦，大家过来，喂，家惨！这世界敢若hypocrite，了有解啊？我也是啊，伊阿妈讲，我爱食粿条，日日敢食粿条，上只就高只食粿条，那死了是阿妈起来啦！阿妈爱食油菜啦，我有炒油菜好你食，去炒油菜，阿妈来食是愈好食。我真个这个安尼做，就是福家在我。顾你爸母，在我顾你爸母，伊爱虾米都可以，伊爱虾米可以，都达爸母证。死了啊，唔通去，佛有教一项，死了保尸
保释了阿嬷，今日我保释，这个功德我分好路，这个佛家，所以佛家的人无摕来，人摕这个了微信的来。阿嬷，我一帮坎坷，阿嬷，今日互我忙淡薄，会国人要好好的诶，本有嘛怎啊，真惨，甲了贪钱钱。贪累钱，就阿嫲咧。有当时啊，阿嫲啲破病啊，兄弟啊啲牙路啲小拍了。本有你话看我39年做了工作，我看咁卖啊，哎呀！安尼要做虾米？阿嫲啲食力了，你就要顾，爱和合了。爱讲爱听，拢总平安。阿嬷，你莫夸心，啊，拢总好事。家伙父母病拍个2-9呢，真惨。无家伙也是惨，有家伙也是惨。这个较了实在啊，心嘛真来咯啊，真来咯，人啊，甲了做好看，了有解啊，无钱，了当对面迄个阿伯，就是对面迄翁哥啊，死的时啊，3顶路股，了咱就无钱啊，现在咱个就4顶去借你来开，乒乒乓乓，无咩解，清清长长个大路股，听了个乱死啊！你看我大边咱摊啊，逐个人死，也叫我去，了我去按照做念经，了人讲要做佛的家事，我教按照做，真正清气，无卡尾纸，后卡迄个观察一底面部洗面，古时啊半暝啊，我阿公死啊，我阿嬷做呢5点半暝5点起来啊。阿公啊，哎，起来洗面啦，哎，起来啦，来吃咖啡，吃菜菜，哦，点啦，我系50个互你食啦，哎，啊，你放心放下，我一大点啦，我一个歹命啦，哎，半暝啊，听了魔鬼惨死啊，无呀，你还好大声咩解啊？还好隔壁厝边听，你有个查某囝。口了无目睭啊嘛，口了睇你去啊，甲你笑，你点啊？话你口咁有大声，都无目睭，即系口好看呀啦。你隔壁厝边人戆啊，伊讲哇，你听第3查某囝，伊口咁响声，我听伊口，我目睭漏，你目睭漏，目睭无漏诶。伊是做好人睇诶，像啊大猫咧大路哥诶，只好。真人台，无对，爱做，只要最本来开，死了应该开能开，无死都开，了大路讲免开，了这卡尾转免开，了这个你知无偷工啊，伊爱入关的时啊，你知无故事的查某啊？啊，未死的时啊，伊有这个月框啊，古时月啊，老月啊，了青月啊，珍珠啦，珍珠的这个啦，珍珠的手指啦，月的二郎啦，月的手指啦，偷讲要来收的时啊，查推，灵，你一做这个手指的时，伊人好。了死了老宝宝看起来就出，所以你看伊要入关的时啊，你土讲逐个无穿衫也穿裤呢，但是伊要入关的时伊穿衫，你看我衫有地啊，你他等于讲啊，他等我念诗句啊，你人就因好啊，但是你人唔通换来啊，你人换来把样落去会翻掉啊，戳掉啊，阿妹，嗱，他等于安怎做啊？伊看了啊，好，了人家了起来去几顿啦，伊讲我偷走啊，我因阿咪讲阿咪好啊，好，
啊，你三节讲，互你40万哦，不比互人年年大赚啊！吼！他才个讲啊，你这金箔啊，互你啥物几千啊，你人年年你人钱要富贵点大千啊！吼！要本来啊，伊砍银纸砍干了，哎讲，你人要来看，去也无到我就砍了。特别唔通，我白样当路观察你这啊，有时砍落去人白样掉啲咁边。今日前日去看，手指有无？无了，二人有无了，当中无了。了，确定那是你掠着伊啊！我当路头脚，你打人打好，我唔是好。我这是两个好。我这你人冇讲摸，你人讲摸未使言摸，伊讲你大谈你讲好，假如是人讲我摸，看緊了，哎呀，人講嘅人可能看上個看水牛啊呢，翻來翻去，聽，愛互外面看好看，唔至少你來開冇用。當時越久越借你一半半，應該差不多真夠了。人哋你而家嚟學嘅時候講，今日我阿爸做切，我念經無相。你嚟講你做切啊，我念嘅經無相。感謝經，阿達是咩阿達是咩亞啲咩達實個只，我念嘅經無相。第幾邊講係咩啊？功德安怎樣落河苦嘅所在？今日你阿嫲嚟嘅出事苦嘅所在，希望這個功德救伊起來。我來做好，早起真正姐有來報事，了大媽有受5戒，大媽佫有念這3皈依，今日佫有念經，這個4項嘅好，我本互我親像5月，了落來我通下要本這個功德互我翁公身邊住佇我厝，也是我厝邊，所以我去倒落，我人嘅家庭攏總平安，唔是講翁公呀。8項眾生，有嘅唔是翁公，有嘅是蛇嘅物件。這個物件功德我本互你，所以對我嚟，这卡斯录音带由大三角佛教教山中心收集。因為我嘅估計係要考慮人知，報時出嘅人是4項呢。這個4項就是呢，報時鳥隻。按這個鳥隻真係要緊，因為你看昨暝我講嘅經啊，他們是一項第一要緊，一項第一要緊，到這個31年又叫做3界鳥隻等於要緊。你看大人撞來撞去是鳥隻，所以報時鳥隻就是正報時着咯。第2項報時情。這報時情啊，就是啥人先時他那人送是送家世，特別佛的點聲，神仙的點聲，神仙的點聲，人無啥物明白佛理啊，人所送是送報，了回向接受這個報，了去你了再去天做家世，再來用。第3項報時。非常大嘅所在，像講有時人去出境，非常要坐船，人愛參加，了你人來去看，像古時你看去一個出境到啲咧水地咯，了你人幾那人參加，這個是報時和非常大。就今日第4項是咩啊？報時藥，像你看大媽只所夾咧一包，伊講是紅油。所以意思是愛好藥，就4項不得好，講非常會使接受這個4項。你若是好累，你倒卡手就非常破解，特別攤下非常較濟，累啊，紅包啊，去在袂使。咁我人在受累啊，就是想講我人本是想個平常人，愛累。
就不大讲出街你看，伊是太子来，伊出街是一蕊本无一地啊。今日我人都还没点些路人来敲看我人地啊，5个蕊本无啊，7个蕊本无，因为我人对紧一个事情绪，特别有诶回声无输甲听，哈咪事渐渐讲安尼款诶经。安尼想着人，特别哈咪事我要讲安尼款诶经，我要互你人知，哈咪是真实佛诶假事，哈咪无真实佛诶假事。你来对紧真实佛诶假事，你人诶功德真正济。所以今日我再讲，我昨天我有讲也无布施食，今日我要讲也无布施情。你人看，即个。正路年，逐个边咱有人死，伊叫是我弄去，还是叫我人去？安尼有人看，伊人我伫咩甲即个故事啊，动动车天天动，笃笃你啲下面隆重，哩哩啰啰讲个抓厝啦，砍小梅啦，烧摩托车啦，烧 video 啦，烧虾米，即个隆重无啊？是。所以我有逐个伊人请我去诶时，我安怎做？你看特殊诶时，伊人来啊，说完咯，我阿公司啊，到人都斗骹手，我要行护理，所以伊人请我去，叫我去诶时啊，伊人去买大厝，买大厝了，伊要入关诶时，伊叫我去，我念互平安。安尼咱当人真正来咯，惊入关的时惊，所以我去念经，念经了伊人看了啊，嗰啲你棺材面前啊，也无讲香炉烛啊，神礼度，你再白梅个插度，一正面个系红一包一底，你棺材一底咧，阿咪面盆镜面布，叫伊起来洗面，阿咪即个甲了诶，当中无。一个观察，然伊人在屋基，我系屋基嘅长一边啊，伊人在分做系分长咧花草个了，啊，咱你入去看，无香花无虾米，叶小影，啊，咱一个花一棵嘅花，一个叫做大下嘅人，甲了隆重家孙买一棵嘅花，安尼写纪念阿爸啊，想甲阿爸，所以系咧。最要来行咧，徛伫咧向边了，担头三下啊，担头三下就是行咧，免去烧香。因为虾米啥，咱毋是讲，伊毋是红讲，咱来去拜去咧，你行咧，行孙要行咧，跪落去，了磕头的涂骹，这是行咧。and then 阿妹，我人去念经，念经我人讲经。讲经了，到要出山诶日，我人就安怎做？我人讲下，你做芳树姑啦，芳树姑啦是啥物啊？有女诶，伊人系家私伫棺材顶面；无女诶，伊去买萝卜诶，回乡用诶布，萝卜系伫个棺材顶面下了，回乡来。我人看到即个有家私，也是有布伫棺材边啊。我人知讲，伊要做即个叫即个牵绳，即牵绳是伊叫做芳树姑啦。他正要去烧诶时，到甲冲顶诶时，伊人我人看到即个家私，我人念了，我人摕即家私转来用。即个他对我讲啥？若是无女诶，我人摕咧布、萝卜布，念了，我人也对来做水满长一用。他那我要听讲，他们属于大啲棺材对面系家私，还是下布？哭的点声，达的回响，爱吹家私无当吹，然后伊人去到落去冲顶。个另外若是死啊，伊人摕迄个香菇，香菇包即个布白布，直直包了，伊人无观察，了伊人迄个香菇包甲白布了，下伫一个茶诶底，
了下底淋就淡薄油，了点火烧。所以出家人，因为伊无半累，因为伊无通清，伊会使去伫抢顶，甲一个死人土，你包上久的布，他顶要烧了，到底啊，到你要烧，我人佫他那无家洗通清，你的布本互我淡薄，互我去做家洗，所以我人念这条经。Anicca vata sankhara upadavaya dhammino upajitva niruddhanti tesang upasamasuko แล้วว่าหลังเทศหลังปอด้วยหลายว่าหลังไหลนี่แล้วว่าหลังสุกาเสso 这里啊系กาเสก็系这里ปอที่观察顶面就是讲好会想偷死人ปออัน这里就是讲啊到偷个这死人这里报就是讲啊死人谈这里讲的就是那是讲无做好伊来出事做恶鬼今日我人因为在切这里假设甲这里伊出事做恶鬼伊有3块铜钱了你看我人做这大破呢啊无出山的时伊人请有时我人去迄厝去食平常杯甲参会应太插啦，专门搞了，了我人食了食饱了，大啲观察边我人回乡。伊人咩呀？只能好读，书记他好读呀得哟。今日我来出家，我今日来报喜这出家人，这个功德阿爸是女的，所以伊来出事做恶鬼，伊无报到要，伊随。个假设通钱个啥物事？红光三通钱，所以这个就是正式佛的家是家人讲刀卡手，咱的父母起伫苦的所在，所以这个人是做，唔是讲你烧这个抓厝了，一谈阿无楼，你烧 TV 一谈 TV， 你烧 video 一谈 video， 你今年人做咩？烧一捆的抓，伊人冇虾米来？你讲家人啊，去买地基啊，咱来想啊，有影来去买地基，要做虾米？地基拢总是会整做未整做，所以这个就是我教咯。他那今日我讲啊，因为今日我听讲几哪人上家事，我他那要讲到一条故事，这条故事唔是我讲的，这条故事是佛，咱的释迦牟尼佛讲的，伊这个讲这条故事是对什么？对一个离歌。这个离歌名乌巴拉瓦那，咱的佛的离歌啊，这个离歌啊，心动力的一摇，伊会变化会虾米？佛的点声，伊是出世一个查某真呀大富翁，特别的水啊，水情人土，了要巴上，哎呀，这个查某囝水情人土要安怎拍算？如若是因一个，佛一个唔甘愿，假若是王家王孙，了若是在王家王孙唔甘愿，把这个王家做王的时，我惨，伊在都拍一记互我教，我也是惨。所以讲的囝，查某囝，查某囝，太济人讨论啊，我要安怎做啊？了，伊阿爸讲，囝，我看这好，你出家好无？这个查某，因为伊正事做好。伊就听到出家讲好，阿爸我爱出家。伊的名是名乌巴拉瓦那，他们叫做乌巴拉瓦那莲花。伊的水啊像个莲花，开了巴巴。所以人嘛那有买个色的，加入胭脂，摕红纸来抹。所以这个查某囡仔搞个一回声的爱水的点声，伊都安怎做？一看到人情就一条布，水红，特别我呢爱呢布，无你去找好野人，讲个好野人听，我去做，你查某囝来做查某囝伫我厝3年，我买一个布互，所以要穿，所以挂啲幸福讲迄名位啊，要去穿的时，啱有一个回声。一般长的特别大啲特别的梅的位，唔做一个插，假如
行过看到这个咖啡，甲你跳着咖啡走。惨啊！这回小这偷鬼鬼了，安怎了？你咖啡人天上都人囡仔有当时去受罪了，一个朋友来杀不来靠去了，他都安怎起来？真大条你干也袂使，所以这个回小惨啊！咖啡人推那边都无半项，无法啦，就走出来啊！你这条咖啡阮10千块，有时10千块一条咖啡啊，走出来对啊！对来擦，了你再做回想了较老，按照对着少年家对得着，对袂着，对袂着，你看今日来回想，无3块铜钱。咱这个查某硬硬的来穿的时啊，你看到你回想，一堆啊，人讲，一替我咖啡，替我咖啡，这查某极限。哎呀，做回想今日人头摕的咖啡，那个。慢点，我抬一块布，我予你一半好无？所以这查某付一块布，伊做差不多3年的工，加咗落地，伊予你回想一块。马路上请了，马路讲啊，无讲头贵贵，就请了一看，哎呀，这个回想安尼庄严。你看，伊这请了啊，伊无见笑了，伊行阮在去在这回想是一节回来。成功了的人，安尼你看着，哎呦，你看这边的布呢，你可以就安尼穿了安尼庄严，所以跪落去讲，慢点，这边的我要用的本放落去，所以付自己3年的苦工看着这条布，伊刚刚付自己好这个回想去，安尼一跪落，慢点。3年我受苦，我把你谈这块布，今日我来保持这块布，这个功德，好我3项，头一项，今达过我出世，我水上个莲花的水，一个下个一项，达人看到我会笑到啊！真的是囡仔笑啊！你话假设你人一个查某真正水，但你空大山卡的人去对路，你会听嘞？歹啊，根本无啊，食本无啊！我叮叮当当的，我这叭在边啊，这我头看你牙带你缩你头看路，歹命无，真正歹命！但你去还就安尼讲，第3项伊讲，好我。一日一时快成功跳出苦海，这条地未到伊是到，死了啊！这个查某啊，大伫天顶，这个天顶了，过一个天顶，过一个天顶了，过一个天顶，安怎安尼厉害？一块布呢？伊毋是保持一块布，伊保持3年的苦工。你人上好看，3年的苦工，所以功德毋是付一块布呢，付一块布一项，3年的苦，伊所做物件，甲了是上甲做好你回想呢，伊保持这个物件，所以伊是本来咱的释迦牟尼佛的点声，伊来出世，真正水，所以你看，大概我都讲啊，送家西就是讲啊，送布，互出家人穿。这个出家人来一穿，看着这个布，伊功德，伊大概好路啊，你讨下面你睇，但你对厉害是啥物啊？对水甲对情，有一个经有人听我有讲啊，无一个为啥甲，伊保持，你看保持啥物？家西，伊个金器啊，甲一项的金器啊，9米链，不得讲啊。世间的查某啊，有马路才有3个查某，有安尼款的福气噶。伊计装甲金器9米链，1米链是100万，伊甲一项的呀，9米链的金器一项。人讲10万啊，上高都是20千的，伊也是
900万块，古时嘅鐳甲摊仔鐳无相，古时嘅鐳是大，真大。一间德国手大啲大山卡，古时2000几块呢，你人家了唔知，1930年嘅时，你人看，家了偏偏呢，嗰条鐳真大，嗰条鐳是9million嘞。所以今日我是讲，昨日我是讲阿莫波斯铁，今日我讲互你听波斯情，了波斯大，我有昨暝有讲淡薄。咱们经路人听好好看，你若是无听，你人照一个碟来看。因为这个人内王鸟家咯，你看，你八只家数，大宝甲二宝家咯，这边这条经你听看，这个好的查某那个王鸟，伊主古来家包师傅。咱这边我要讲，咱们还没说我讲，安尼款嚟经，你人看，咱的佛伊无食菜，伊无食菜咩啊？牛来基本伊接受。当然若是食菜，牛来基无，这条经真正明，不得讲这条经是真正长。八只家属，两个某，大某甲二某大家咯。买来你看，大某互火烧死，二某活落地狱。你这边人看，有个人讲人食菜是真正悬，食菜是真正好。你虾米啊？食菜伊无杀生，伊无叫人杀生。食菜本有杀生，你愈食菜，好阿伯整菜，好阿伯整菜伊夹肚头骨头，食真死，伊无药水，你糖死。伊暗暝掠四部芭比，掠去泡，一只花，迄个本是死，伊本是杀生，所以这个物件佛讲，毋是安尼食人清气，安尼心人清气。但是不达有讲一条诗，Mano pupangama dhamma, mano setta mano maya, manasa ce padutena, basati wa karoti wa。这个就是讲，老总是对心，那是你心清气，你做的行动清气；那是你心垃圾，你所做的行动是垃圾，唔是讲因为食，那是因为食，达的波罗本的人，叫做去天顶，因为这个波罗本的人是叫做 Brahmin， 伊人出世来甲伊人老无食醋。第二项经内面讲，那是因为食人去天顶食菜，食着羊、牛、马、枪，食着去天顶。福建嘅再来真正济，这牛、枪这拢总甲了，本是做禽兽了，佮出世佮别个禽兽，较别个禽兽佮落出世落地狱。这个甲了拢总就唔是对食。对咱的心清气，咱的心清气虾米啊？咱的心唔通贪心，唔通性地，唔通妄想。如果听无有的人啊，食菜20年、30年，特别喙真也毒。这个虾米是喙真也毒？伊就是因为伊无关善戒善。这个性地要无对治得落，就是对爱戒善。戒善了，性地会直直无。直直无了，就是讲你清气，假如清气，你人无性地，伊袂乱做。所以到这边为止，然后咱来offer， 看人保持伫厝，大山骹无啥物会晓人做，特别佛的点声，2500几年前，日人请佛回向伫厝保持。到底保持是虾米好？今日你看世间，虾米是有的人出世好业，虾米是有的人出世丧，虾米是有的人出世水，虾米是有的人出世恰世，虾米是有的人出世真正精神，有的人出世较戆大，有的人出世真正快乐，炎炎达达日里里笑，这个有的人出世达达日苦。
这个隆重对峙打落来，那是我都教讲是，咱的上帝，安尼伊小路伊互你较好命，安尼路较伊无小路伊互你较歹命。咱来查考看，若是有影安尼样上帝，伊有安尼大细类目，安怎有一个伊小，我伊无小？这个佛讲，拢总是伫原因结果。原因是啥物？前世有的人伊有正福，正福是啥物？报时。安尼伊有正福，伊今日来出世，伊较有累，伊较快乐。安尼伊无报时。有的人无保持不要紧，伊有做别项好，像讲伊有受戒，伊无去啥做，伊有行孝父母，所以这个伊无保持，伊有行别项好，伊看出世做人，特别出世做人，对累伊输法，伊输这人，特别对行孝对虾米行字，你看行字真正笑伊，所以你看有诶无累人，无累人，特别行字真正和合，家庭真正和合，特别累伊输人。了，有的人无保持，佫不要紧；有的人讲免做好啦，免保持啦，咱莫去拍抢人就好，咱莫去偷摕人就好。但佛讲，若是讲一个人，伊今日在这世间，伊无做好，特别伊莫做恶，安尼款的人，伊是叫做无功德，无功德就袂通出世做人，袂使出世做红光。一个今日咱来出世做人，就是前世咱有淡薄做淡薄好，所以前世咱来无做淡薄好，今日咱毋是人，无代表咱是禽兽、恶鬼、妖精妖怪，也是出世伫地狱，一个死的苦的所在。虾米是人去伫死的苦的所在？因为伊做人的点声，伊无做好，所以做好佛看到是保持，保持就是啥物啊？我这个贪，我知你人明白看，这个今日你人保持开累，毋是少，这你人煮这个煮咧，累过了，点声过了，这个物件就是讲，放迄角爱好回上食，这个就是讲你保持伫肥地，因为虾米事？若是讲今日我有10块银，我要保持，我看到一个两个人。一个是得道的人，一个是讲食白粉仙。了我看，哎呀，这白粉仙的人，你看3个人咧无通食，特别我这个10块银，今日要做好事啊！我举这10块银互你白粉仙，咱来想看，因为你互伊10块银，伊个家去买家一夹来食，所以今日伊家做较重，是对你互伊一个累，所以真正济人无明白。伊伫做一个保持，伊讲我互保持人，我今日出10块银保持坎坷人，所以这个伊就叫做正福伊无肥的地，因为虾米事？去知啊，伊互这个累，互人去过去买加白粉来食，所以佛有烦恼讲，爱保持更得道人，因佛无讲更回消呢，无，若是你看，佛讲啊，死的肥地。咱就要知，头一个不一定，若是有拄着佛，咱保持佛，咱的功德是真正大。特别看咱佛就无除了，这个看咱拜是佛心啊，佛气力团了。特别佛经第二个不一定，佛第二个不一定，佛经咱保持，因为虾米事？伊人食了，伊人无乱做，伊人这拢总是受戒的人，受200几戒。你看伊人一只网本无拍。你看，人有时早起去讨食，行伫街路做啥去食？虾米事要做安尼哦？伊挂伊贪心，挂伊大热心，挂即个我见，我一嘴，古时我做工政府工，你知我一嘴虾米人？即个了是大热心，挂迄个。所以佛讲，第一辈地就是咱会通拄着佛，第二辈地就是佛经，第三个辈地是咱的爸、咱的妈，第四个辈地是咱的阿爸。所以保持阿妈阿爸是正肥地，所以一个人啊，伊毋捌达到暗，特别伊自己甲暗行孝父母，特别去顾伊妈、顾伊爸，伊死了。若是讲伊真正行孝，真正清气，伊是出世天顶，天顶了做人做红光，36年年过了后，伊功德了，突伊落来出世，爱出世有类人，啊，咩物事？伊保持是肥地，保持是叫正福，所以。
正方是啊正阿摩丹，我来互你一张阿摩丹，真少达达人的意思咯。这张阿摩丹我听讲好真正好诶特别的，达达人要找肥地来摘，所以咬的人找肥地摘这张阿摩丹。今日路人和第二个肥地就是讲福建保湿了来，但若是讲啊，内人今日你看，若是讲一个是得道的人，一个是去食啊无通食，特别要死了。哎呀，你看枵到半死要死，你有一半病。他让我问你人，若是讲你夹着这半病，你要保死一句啊？我问是鸟话，你要保死一句，若是讲啊，老人一个是得道的人，徛伫遐边，特别有通食，人有好伊食；一个是去食啊，枵到半死无通食，骹手伫做。你看那要保死一句，这半杯你要好一句。我一半是咱来啊，你爱保死一张啊保死一句啊，搞，安尼虾米说啊？迄个回烧啲有通食，了这个啲无通食。你保死有咧去食啊，就是讲你无一个我，我爱救一个命，对。特别若是讲白白回烧无通食，忽然本无通食，回烧都没死，这个不没死，就回烧。阿咪说救回烧，伊食了伊有力，伊家人直直做好，伊救真正济人。特别若是讲回烧本身有通食了，迄个去食就无通食，你来讲讲哇！我听讲保持回烧功德较济，有贪伫这边，你贪功德，这个你来好去食是。你挂一个我，你爱好一个救一个命，头一个救一个命，第二项救一个啊，一个我挂迄个，所以一般时咱要用阿解啊，用阿解。所以佛无讲保持这几项，佛讲咱是亲情的五鬼有时艰苦，咱本着保持啊，亲情的五鬼落来有时拄着去食，有当时你开后尾门，鸟狗无人饲的，住伫后尾，了有时长尾的亲辈。真啊，济人啊，要倒迄搭，特别看到只鸟狗无通食，无话讲stray dogs and cats。有个人讲唔通可以食，你可以食，大日一来帮晒吵死啊！你若是可以食了，大日一来，所以伊甘愿金落狗啊！即个咱来破开看，虾米事伊做安尼物件？因为伊个人无自卑，伊无想讲迄个狗，个鸟狗。你冇看伊零宝宝生囝无通食，伊看你开门是希望讲喵，你互我食我咬死啊！我惊啥死的？我通啊本零本无，都拢啊！你若是有内心的人，你食一半饭，烧淡薄，摕一个破盘，还是一个破纸倒落去，那去食，这个是保持。这个安怎你会做安呢？你心较软，心较定的人就倒落去。所以今日心软心定的，有虾米好？心定的人爱落苦的所在，心软的人爱来出世做人。所以你来看，有的人出世啊，有的人看到戏，苦的戏伊流目汁；有的人看到苦的戏，笑鬼了人，咁样看戏了流目汁，人是笑啊，特别去买目油来进来，那个命，虾米事的人命，伊就是心较定。所以安尼款的人，佛讲特别来出世世间。伊苦较济，所以这个咱知啊，这个是叫做保持爱种的肥地。咱若是讲有肥地，你功德较济。特别若是讲啊，咱来想看，这个保持安怎你讲安尼好？安尼保持佛讲啊，咱世间达人苦滴打落来，安尼对贪心，达人贪，你唔通讲你无贪，达人贪，达人有生地。真正济人讲我无生地啦，你甲你儿子四川讲话，特别无打着你买你生地也袂起，打着你买时像个喷气钱啦，冲起来了。所以贪生地、妄想大业，达人有。你若是讲无来出世做人，所以今日咱明白我系贪有，就今日保持是挂我贪，这头一个好。第二就是安尼，咱。保持互出家人，我人修这好款的戒，有个人讲我人修成，实在无修成无大成，是有南传甲北传。
北转是咱的唐人回乡，南转就是我人少款的回乡。了，这个南转呢，就是安尼，搭对，伊袂使讲家己煮食，伊袂使讲家己摕钱去买。伊就人互伊了才会使食，他等人看，他等这个物件，你人就好，了我人接受。这个饭摊啊，你来讲，不得要摕来食，我人袂使食，你人就牙起，了我接受，了我才会使食，是我人来教安尼啊。所以今日你想看，我人就有款来教啊。大啲巴本好，有当时啊，规矩家老山路人有，我人逐规去搞啲大巴山路人有。袂使捡起来食，袂使捡，袂使白，就要天开大啲大巴得路人啊！所以但是有福气，一个人摕进来，用发摊互你食，我人才会使食。所以只有怪界，若是安尼样，无人互我人无通食。我捌有一日考无半项，规日无半项通食。所以这个物件，今日愈保持，愈好，这个回乡有通食，伊会较长回寿。若是无通食，我人死。今日来讲住户乱，逐人讲，愈讲愈惊，愈讲愈惊，无人食物件互我人食，我人生就是死。安尼，这个我人受安尼款来教，袂使家己煮，袂使家己去摕，袂使家己去买。所以我人互，愈人食来互我人食，愈互我人较长命，愈互我人长命，愈家己赚长命。所以佛他等于看我人念这感谢经，显明这感谢经，我人念的是佛本身讲的话。就最来保持一谈5项的功德，好的物件。头一项，伊逐月出世长回寿，安尼啥物事？伊好命，即安尼款的回向。安尼款的回向，伊人言伊个界对象个古时佛安尼点声，古时佛人讲，你人食醋，人我人后回向食菜，我人较悬顶，你人较低顶。即句话爱写字，安尼啥物事？佛。啊，咱尊者、莫咱尊者、萨利布达，拢总无食醋，无食菜，伊人去讨食，人好虾米伊食，但是佛有讲，即食的点声袂使有贪、嗔、痴，贪啥物？哎哟好食，贪去了；若是即食是气无好食，嗔去了；若是即食是食菜烧鸭，但是食落去毋是烧鸭，毋是烧肉，毋是食菜。就愚痴、贪嗔痴去垃圾，就不得讲爱过，食的是过。你看我人食，无讲这个好食啊，那个好食，食买好不得了。所以你人今日好回销，有通食这顿，你人好命金，你人长回寿。所以不得讲保持功德头一项长回寿，还有完咯。你看人若是不到腰的时啊，伊面无水，腰死啊，都腰你该讲喎，唔知啦，我唔知啦，都腰咱咱嚟笑俾笑，都莫讲回乡本是安尼，但是就一日无人好食，根本较无得，所以这个物件，你来好食了，你唔是你看到你一个人，你叫伊做工来倒骹手。不到腰的时，伊无甲你斗下去，你食饱了啊，食饱了，按照你该来了，甲你斗做啊。就你保持安尼物件，你好非常快乐。安尼有腰的时，伊靠，所以今日你食饱了，你看伊笑，大人不是食饱了会笑，会讲口话，会冲直来冲直去，所以你可以快啊，你可以水，就阿有完咯。第2项的功德，你人保持。逐月出世爱水，到头边你来想看，有个人啊，读书，一叫啦，来食，了你叫啥讲叫个人来食，了人来食，了看伊带伊囝来，讲死鬼，我叫伊来食，了伊带个规大阵来了，落来落去，啊了，虾米事你讲死鬼，虾米事你心里想呢？安尼你有淡薄贪，你若是无贪，食，你讲。买是啥啦？不要紧，害人食啊！你是大量，所以我哋是出是另外水过人。第2项、第3项还有完咯，说讲，大人若是有食饱了，真正快乐；若是无食饱，真正心无爽。所以你可以，你目对出世快乐。这快乐真正无够管，这有当时你出世，脚来家庭，爸母。
出事就爸母有女嘅爸母，大行醫好路了。保時捷做好者，你出事投胎就不到呢，爸母歡喜死啊！哇，這個囝好咯，來了，未出事呢，我趁你做這個趁你做呢趁你，無保時有時來出事做人，大就不到呢，慘阿爸破病。這個失落家庭失落，生理失敗，慘啊！這老囝來到啦，未經未啦，我人家庭真係亂。這個對治大陸，伊無扎福來，大媽伊是扎福去，伊保時捷伊扎福去，結因就歸家庭，未出事呢，歡喜死。出事呢，你看人請人告，大人笑，做無做好，出事就報到呢，大就報到呢，阿媽甲阿爸就參詳。佢大條啦，食藥係落啦，大人買煙一死了，暫時間人都冇車嚟，個陣嚟啊！你話看咧，有後面水嚟出事安尼又冇得講，因為伊無一個保時，伊無大量，無歡喜，啥為安尼就講，我是國會機長無請你袂使，請你去哪來算來咩解無歡喜。個第二項有個人啊。伊自私，伊保時了是無大量嚟講，哎喲，這個大算，那個大算，這個大算，哎呀，拍算我開槍做錢。但係你出事好家人，特別你捌看有好家人哦，伊穿馬橋，伊是萬山去買，你切了一塊買錢嘅，來啦買虎，伊買嗰個虎草，伊見嗰個虎草啊，要飼豬嘅講啊，這白槍有驚，所以睇見少少嘅價要白槍啊，你買白槍，你個就一尾12塊，我該賠大筆吧，你真落後人啦。我嘛是白槍，特別我白槍是誰買的？飼豬的，我食白槍，所以這個就是咩？好多伊好呀，millionaire，伊穿。